歡迎收睇《黃金獵殺線》，帶你直擊今次最血腥嘅獵殺過程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最近有留意美國嘅經濟數據，會唔會覺得個世界有啲魔幻？一方面，美國政府推行緊近8年嚟最激進嘅貿易保護政策，所謂解放日嘅關稅大棒周圍揮，進口貨普遍加咗10%到20%嘅重稅。但另一方面，2025年以來嘅通脹數據竟然異常冷靜 ，CPI 一直守喺2.7%左右，不動如山。你心入面係咪諗緊經濟學教科書唔係話關稅會推高物價咩？唔通理論失效咗？定係呢場關稅衝擊根本仲未真正殺到埋身？先唔好急住落結論。今日呢集我哋唔係淨係睇表面數字，而係要拆解呢部經濟機器嘅內部，睇下啲齒輪係點樣咬合，又係邊度發出怪聲。我哋要拆開2025年通脹消失嘅真相，同埋講清楚點解呢種表面嘅平靜，好可能係為2026年一場更棘手嘅輕度滯脹埋下伏筆。呢集內容會好硬核，我哋會重新審視嗰個聽落好動聽，但其實係通脹加速器嘅大而美法案，仲會討論點解華爾街奉為金科玉律嘅40%股債配置喺2026年可能會失靈。如果你唔想喺下一輪財富大洗牌入面坐以待斃，記得睇到最後，特別係關於金價衝擊5000甚至6000美元嘅3種劇本推演。照舊提醒大家，本影片只代表個人觀察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市場波動大，守住本金永遠係第一位。第一章2025通脹消失之謎，我哋先解開第一個謎題。點解2025年美國大打關稅戰，通脹反而冇爆升？其實呢種係一種虛假反通脹，數據睇落好靚，背後其實有3個機制壓住咗個毒素。第一係供應鏈嘅時間套利，好似 Walmart 呢類零售巨頭，嗅覺好靈敏。喺2025年4月關稅正式生效之前，佢哋由2024年底就開始瘋狂囤貨。簡單嚟講就係買定未來嘅貨，會計上佢哋優先消耗嗰批冇關稅嘅舊庫存，所以終端售價暫時未升。呢個就好似水庫咁，上游水位升咗，但下游放緊嘅仲係舊水，所以你體感上覺得未變。第二係企業利潤嘅防禦性壓縮。2025年成本升咗，但消費信心弱，邊個先加價，邊個就輸市佔率。所以好似 Amazon 個賣家，好多都選擇自己啃咗啲成本，呢啲成本滯留喺進口商同批發商層面，喺 PPI 同 CPI 之間形成咗一個緩衝帶。但你要記住，利潤空間唔係無限，啃唔落嘅時候，加價會加得更狼。第三係數據黑洞。2025年底，美國政府因預算問題搞到大停擺，統計局停工。10月嘅 CPI 數據係估下，特別係佔比最高嘅租金數據，因為調查中斷，官方讀數被嚴重評低。但私人數據好似 Truckflation 顯示，物價其實一直升緊，所以2.7%呢個數好大機會係一個被低估嘅假象。第二章2026通脹怪獸大而美法案，去到2026年呢層遮羞布終於要掀開，之前嗰啲緩衝墊而家全部變晒推力。美國面臨嘅唔再係平靜，而係輕度滯脹。2025年通過嘅大而美法案，原本話係要幫市民減輕關稅痛楚，點知佢先係2026通脹重燃嘅引信。呢個法案有3隻毒藥。第一，小費免稅。服務業基層多咗，錢會即刻消費，但服務業人手短缺，需求多咗，價格自然升。第二，加班費免稅，表面係鼓勵做嘢，但實質推高咗工資螺旋。工人見到加班免稅，自然會要求更高底薪，企業成本轉嫁去消費者。第三，車貸利息抵扣，直接刺激買車需求，但關稅抬高咗零件成本，需求升，成本升。結果只有一個，車價爆升。根據預算辦公室測算，2026年財政赤字會佔 GDP 7% 以上。呢種規模喺非衰退期簡直係罕見。呢種灑錢式刺激會令聯儲局嘅加息效果大打折扣。
第3章聯儲局嘅兩難與美債危機。2026年聯儲局會陷入兩難，加息會搞到債務爆炸，降息又怕通脹失控。當通脹升到 4%， 而名義利率停喺 3.75% 嘅時候，實際利率就會變咗負數，即係話你啲錢放喺度會越嚟越唔值錢。美債市場仲大鑊，政府要發大量新債嚟填赤字，但中國同印度等大買家又不斷減持。當供應多需求少，美債收益率會持續高企。呢種熊市陡峭化係典型嘅滯脹特指。第4章黃金反法幣資產嘅覺醒。喺呢種債券受壓、貨幣貶值嘅環境下，黃金已經唔再係普通商品，而係一種反法幣資產。2025年金價升 65%， 唔係投機，而係市場對貨幣體系失去信心嘅表現。傳統上話利率升，金價跌，但2026年呢套邏輯會失效，因為只要通脹跑贏利率，實際利率依然係低位，加上全球央行不斷增持黃金作為戰略儲備，呢種結構性買盤令到金價跌唔落。2026年金價3種劇本：一、基準劇本，滯脹維持喺3到 4%， 實際利率負數，金價睇4500至4800美元；二、牛市劇本，危機模式，通脹失控破 5%， 或者地緣政治大爆發，聯儲局被迫再印錢，金價會衝破5000，甚至望向6000美元。三、熊市劇本，美國經濟奇蹟軟著陸，通脹跌返去 2%， 金價可能回測4000美元附近。2026係財富保衛戰。總結一句，2025年嘅低通脹只係假象，2026年先至係真章。對投資者嚟講，2026年嘅主旋律係滯脹交易。當股債齊跌，傳統配置就唔再保險。黃金因為冇交易對手風險，加上財政赤字嘅推波助瀾，正處於一個長期上升軌道。金價衝擊5000美元，反映嘅係全球貨幣秩序嘅巨變。今日嘅黃金獵殺線就講到呢度。你覺得2026年黃金有冇機會企穩5000美元？定係你覺得通脹會回落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。如果覺得內容幫到你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